Meta 旗下社群平台有真侪口罩向去互停权，包含新闻媒体、网线、政治人物，拢有口罩受影响。咱的海洋大会，台湾代表团甲学者去到主办国庆亚，人说唔互咱入去，外交部抗议庆亚做中国政治拍手。美国首相施凯尔车架厝去年去互放火，经过英国媒体的调查报道，背后好惨就是罗西亚的外交官指使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节目头起先来看这两天在 Meta 旗下社群平台，亲像是 Threads 也有 Instagram 有真侪口罩向去互停权。新闻媒体公司中央社、网庆北京馆长、政治人物陈柏惟、郭文哲拢去互停权。因为这 Meta 为着保护青少年，是去判断讲这口罩的主人敢是未成年，进一步去限制因甲青份人联络、调整推荐的内容。这使用者至少是爱满13岁。Meta 就表示讲，这回就是因为系统判断错误，才会认为讲因是未满13岁，甲因停权。若是定到这款情形 ，Meta 是已经答应讲会赶紧处理，是会当找 Meta 的帮助中心合作，提出申诉 ，Meta 会确认用户的身份资料，若无问题，就会恢复权限。去调查采访出名的网络媒体报道者，伫并且官网公布伊的 Threads 甲 IG 官方账号遭到无有警停权，已经向平台提出申诉，积极处理当中。Meta 一开社群平台连续出现大规模小号遭到停权的情形，原因大部分是未满13岁。受影响网行霸将馆长等人，也有政治委陈柏惟、民众党创党主席郭文哲等政治人物，就连中央社、公司新闻网等新闻媒体也受影响。我又被封号了，而且是永久封禁，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办，又造成你的那个演算法又流失掉你很多那种，自然流量的受众。就只能等啊，就跟一般大众一样。FB 还在，也没有违反过社群什么规则。像支持者还有我的粉丝去讲说，我的 Thread 突然被停了，一些澄清的部分，我就请他们转移到 FB 去。司法部接到民众订正了，已经甲 Meta 台湾公司联络。Meta 表示，毋是针对特定族群或者人士，也声明指出，强调因为这项技术错误，少数小号被误判是未满13岁使用者，来积极处理，赶紧修复。已经有跟 Meta 去做联系，然后请他要提供管道，如果有因为误封所造成的这个账号下架的状况，能够技术的协助民众来做一个复权的处理。学者分析 Meta 为符合后面的所谓法令规定，设有青少年小号保护机制，限制使用者爱满13岁才能使用。研判可能因为机制较严格，技术发生问题。看起来，脸书它其实比较像是针对的是这个儿少。目前看起来就是它的那个判断上面的一些 AI 机制比较严格，那或者是没有经过妥善的测试。根据 Meta 提供资讯，用户账号遭到停用的时阵，会伫想要订接的时阵看到说明停权的通知，使用者应点选要求审查或者是申诉，伫点击 App 当中提交申诉请求。Meta 也向司法部表示，会赶紧处理遭到误封社会该风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海洋大会 OOC 是对2014年开始办，咱台湾2015年就受到邀请。不过今年咱的代表团甲学者到主办国庆亚说是唔互咱入去。有的代表团成员本地是有摕到电子签证，煞向去互取消。外交部就抗议庆亚是咧做中国政治拍手，呼吁咱的民国就爱阻挡中国霸凌。Ocean connects every coastline and sustains all life on Earth. 为了要推动海洋保护也个永续发展，咱的海洋大会 OOC 2014年开始办，咱自2015年开始受邀请去参加。今年是非洲的肯亚主办，不过咱方代表团也个学者要去参加，做好肯亚政府党无法度去参加。Welcome to Kenya. 海委会主席关碧玲伫社群平台讲，世界发现 OOC 报名系统内面本来台湾的选项互人提掉了后，相关的程序就无法度继续。果然是代表团有一寡人的电子签证，伫提掉了后，如果被撤销，甚至有受邀请去肯亚参加科学会议的大学学者，就到会场啊，对方所讲无承认咱国护照，袂互因入去，更加护照加手机啊扣留。留遐超过20点钟，尾才坐飞机离开。一
刚开始报名，然后到我们入境 ETA 的状况，一直到现场，其实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觉得这是相当具有针对性而且蓄意的。海委会批评肯亚政府顺从中国，外交部也抗议肯亚甘愿变做中国的政治机啊，希望友邦盟国责任阻止中国的霸凌外交，因为中国最近常常以非洲国家来打压台湾，像总统赖清德要去史瓦蒂尼访问受阻挡，还有今年喀麦隆主办的 WTO 部长会议，也因为矮化台湾的地位，互南方第一遍无法度去参加。不过伫日本支持台湾的力量愈来愈大。日本卫生会中国的参议员石平，投资甲共党的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弘，一个国民民主党参议员山田纪宪，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发动成立的思考台海和平甲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希望加强探讨台海安全议题甲日本的角色，提出政治建言，加促进台日各界密切的交流。北村晴男讲，希望伊在生之年甲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日本朝野的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的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林部长对此也表达肯定与欢迎。最近日本国会有正强的挺台湾的力量，像立法议员恳谈会就改名做日台友好议员联盟。大家认为这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中国的军事外交压力，也对国际社会表明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主持峰会证实，美国甲伊朗已经签一份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荷姆兹海峡上近拜五就会当开放。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煞是大真的，强调讲绝对袂撤军，袂互伊朗有核武器。在 G7 峰会召开进前，美国总统川普甲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双边会谈。川普表示，伫华府甲德黑兰宣布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了后，专家已经开始通过荷姆兹海峡这条全球重要石油运输航道，按算伫拜五进行全面开放。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much help because we have an agreement where 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it's toll free. We had a little argument on that. It's toll free. 伊朗媒体报道，15暗时已用3架油轮甲2架货轮通过原本受美军海上封锁区域。美国、伊朗甲朝廷国巴基斯坦表示，和平协议拜五已经随时正式签署。不过，一美国政府高层官员透露，川普副总统范斯甲伊朗国会议长卡巴利夫其实已经透过电子方式完成协议签署。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犹原强硬，强调伊军会继续留驻黎巴嫩、叙利亚甲卡萨，一直到安全威胁解除为止。伊表示，这场战争让以色列免受伊朗核武威胁。以色列国内跨党派政治人物也对协议内容提出质疑。אני נאבק במאמצים של איראן להתחמש בנשק גרעיני. אני יכול להגדיר את זה כמשימת חיי. עמדתי בה עד היום. ואני אעמוד בה גם בעתיד. עם הסכם, בלי הסכם, 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川普也伫社群平台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永远袂发展核武器。另外，美国要付伊朗3000亿美金的讲法完全是假消息，拢是民主党人散布谣言。不过，川普的宣布好亲像出现落差。各方公开显示，所谓3000亿美金中建基金，毋是美国直接付予伊朗，可能是未来伊朗履行核协议，甲其他承诺了后，由本国家透过解冻资产、投资基金、加制裁绑定等方式提供的经济利益方案。细节依然爱等后续正式谈判才确认。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是表示讲，因翁仔某当日去护司发布调查。纽森是指控讲，因为伊考虑要选总统，佮长期批评 Trump， 所以讲这是 Trump 在甲伊政治打压。美国加州的现任州长纽森15日控诉美国的司法部对伊含伊某珍妮佛进行因为政治动机的调查。纽森讲，川普政府是因为伊考虑要选总统才甲打压的。美联社报道，民主党籍的纽森是川普这个共和党籍总统长期的政治对手，因为纽森是美国自由派阵营的重要代表。不管是伫气候变迁、移民、提囡仔权和枪击管制这议题，拢和川普的保守政策完全是对立的。纽森嘛，看作是民主党要选2028年总统大位的热门人选。Donald Trump is simply the most corrupt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He's turned the levers of government into his own personal power ministries to reward cronies and to try to jail his opponents.
纽森伫社群平台 X 的控诉影片，并无讲明司法部调查的细节，但是知情人士讲，美国的联邦检察官针对纽森身躯边真侪人士展开调查，包括因某，佮有含税务有关系的调查，佮有情报寮长威廉森是涉嫌偷摕竞选资金，甲转作家己的薪资的调查，但是调查的对象是无包括纽森。Today, my family and I can personally confirm that justice is for sale. To Donald Trump, who I know is watching because he watches everything,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You can subpoena my records, you can investigate me, you can harass me, put my name on every and any enemies list you have, but leave my wife and family out of your personal vendetta. 对纽森的指控，美国的司法部第15日拒绝发表任何评论。路透社报道，互外界认为是川普的政治对手，互调查还是起诉的，是包括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纽约州的检察长詹洛夏、前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等等。路透社伫2025年11月公布的数据，川普连任以来，至少有470个个人、组织和机构，互川普看作是报复的目标。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去年5月，英国首相史凯尼的财产包含车甲厝，是连续几多天起互放火。英国警方认为讲这是有针对性的，迄当阵就抓到2个嫌犯，迄2个嫌犯昨是去互法院判定放火罪成立。不过根据英国媒体的调查报道，这放火事件的背后，哪像是一个罗西亚的外交官指使的。英国伦敦警方甲门侦破。本来还阁伫咧困的这个查甫人，行甲醒起来，双手夜关，互警方抓到。这边行动甲去年5月首相史凯尔相关的汽车甲房地产连续3遍互人放火案件有关系。这个22岁乌克兰籍的查甫人拉佛林诺维奇，甲另外一个罗马尼亚籍的查甫人卡皮尤克，同一天伫警方的攻击行动内面被抓到。19号英国中央刑事法院裁定错误放火罪成立。共按另外一个35岁乌克兰籍查甫人无罪释放。去年5月初8开始，甲首相史凯尔有关的财产连续被放火攻击。一开始是一台登记伊的名，验过已经未互人的车，互人放火。尾仔伫咧伊做首相进前大会公具，还佫有一档登记伊的名，尾仔做互因地偌大的字体，拢互人放火。好加在3件案件拢无人伤亡。这边超工针对首相放火案件幕后的黑手，经过 BBC 加金融时报调查了后，看到一寡线索。伫幕后发动命令的是一位23岁罗西亚高官的后生，伊家己也是外交官，捌接受过间谍甲盟军的信息战术训练，而且甲莫斯科的这个权力阶层关系密切。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籍嫌犯拉弗林诺维奇伊的顶线是伫罗西亚，伊甲 No Name 057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组织2024年捌对咱国的部会一个金融机构甲民间企业发动网络攻击。对愈来愈严重的网络攻击，英国3大情报机构之一政府通信总部总监顶个月第2度演讲时阵警告，中国、罗西亚2个国家的海基一直攻击，伊所看到的误判风险已经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家要特别注意。Russia is scaling up its daily hybrid activity against the UK and Europe, stretching from the seabed to cyberspace.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长伫最近也捌警告，讲中国、罗西亚甲伊朗在内的敌对国家是英国拄到的上严重的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若是英国互人卷入去国际冲突，像这种攻击可能就会愈来愈多。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继续来关心世界杯的消息，这届有赛事有袂少强队的表现，无亲像料想遐尼好。亲像欧洲的强队西班牙，头一战是去对战着世界排名67的韦德角，竟然是1分都踢无入去，0-0踢和。韦德角是这回参赛国家当中面积上介少的，人口是干那55万人，是比咱的分林搁较少。当初时因的国家队要找人的时，教练团竟然是用社群平台领起来传信息给球员，有的球员佫讲因叫是去当着诈骗。对西班牙这战称起来，还佫为德甲的门将40岁沃奇尼亚，规场这西班牙控球的时间是强要7成，27届射门拢无法度突破，7粒正踢向球门的球，拢去互沃奇尼亚甲合落来。这精彩的防守是互西班牙强攻的火力完全无效果。世界杯15日天，G 组甲 H 组的4场预赛比赛，竟然是全部拢是平手结束。
当中就包含咱头拄则讲到的欧洲无敌舰队西班牙对阵世界排名67的韦德角0-0，欧洲红魔比利时对埃及1-1，也搁有这南美洲的强队乌拉圭对沙烏地阿拉伯也是1-1结束。传统强队好亲像是去撞到这进攻的困境。欧洲新闻台就分析讲，这西班牙的主将亚马尔受伤无先发，影响着发挥。因那是乌拉圭的球员是认为讲，因踢了伤过成功。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全国4分1个成年人体重拢超磅，为着鼓励民众运动，政府是开一个节目，找这公务员来接受训练。目标是今年的秋天挑战体能3项。伫咧游泳池内面练换气，健身房内面跑步、跳梭哈、规身躯干。这阵伫咧接受体能3项训练的校员，唔是职业选手，是吉尔吉斯的公务员。政府出钱请因参加实境秀。Проект послужит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занимаются спортом и ведут сидяч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Возможно, их вдохновит это все, эта вся работа, и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примкнут в этот спорт. 政府开钱叫公务员去参加实境秀，因为官方统计，吉尔吉斯成年人内面差不多1/4有大块的问题。为了要鼓励民众去运动，政府就辛苦逐工坐办公厅的公务员去运动。逐工透早或者是下班，学员就要开始运动。经过规律的训练了，若是体力愈来愈好，大家身材也愈来愈水。Тура тамақтану пайда болды. Ошонун негизинде мен мисалы үчүн бир нече салмак чыдадым. Азыр 1,5 ай аралыгында бул жолду 5 килограммдай салмак чыдадым. 政府带头健身，公务员大家老官老弟，甲所有人讲，只要愿意下出第一步，就算是逐工坐办公厅，会当练出好体力；就算是无去参加比赛，至少身材变较好。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第2一个101岁阿嬷，少年的是芭蕾舞者，甲芭蕾舞已经超过77档啊。就算讲即阵是已经爱拄管啊，伊依然是坚持亲身教课。咱做伙来看。伫边仔人的扶查之下，拄拐仔的百岁人瑞颜夫人柯代罗来到伊伫第2首都圣地亚哥的芭蕾舞教室。教室内底放真侪颜夫人为少年到近期的珍贵跳舞相片。虽无已经100岁啊，徛伫镜头前，伊的身段悠圆优雅。到即摆，伊还阁常在梦着家己咧跳舞。Y sueño bailando, hago unos saltos preciosos, topando el techo, qué sé yo, me elevo, después los giros, hago un montón de giros. Cuando hacía giro en sueño, 颜夫人1925年7月出世伫第2港口城市一个富裕的家庭，不过日渐爆发影响厝内经济。伊18岁全家搬去到圣地亚哥，佮伫1948年创立家己的舞蹈教室，教学到今已经超过77档。这几年，伊甲查某囝做伙教，教学对象跨几来的世代，包括儿童、青少年、甲高龄时代，有一寡学生是超过80岁。también pienso en la salud de la gente, que también el ballet hace bien para la salud, porque se trabaja toda la musculatura, toda la cabeza, también es un trabajo muy completo, ¿no? 虽讲即马需要拐仔或者是芭蕾舞手环来支撑身体，不过颜夫人依然继续教课，稳稳啊调整学生的姿势，传授伊坚持一世人的纪律。安尼的舞蹈生活，互伊永远袂感觉无聊。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再会。